唱歌兼跳舞练习客家歌谣，发音拢正标准。这阵得到台中市闽南语甲客语童谣比赛，客语低年级、高年级组上了冠军的囡仔，互人想袂到讲团员大部分拢唔是客人，要么对客语真有兴趣。就是对客家的文化那些会更多了解更多。本来觉得客语很难，然后学了之后才知道很有趣。我学这个3、4年，然后在里面有学到很多的客语，然后如果以后去客家中也可以用客语跟他们沟通。学校表示讲，成立下去歌谣团推动多元学习，冇请到老师来教这学生来发音，在客语的基础下，先用耍的方式，让囡仔爱唱歌。孩子会练习一些文章的朗读，还有说故事之类的。虽然讲唔是客语重点发展学校，不过外科训练下课歌谣团时常在比赛中得奖，互人赞叹，嘛互囡仔找到自信甲成就感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